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我嘅 channel。今日咧同大家去講下我哋呢個禮拜咧做啲咩。但呢個禮拜咧，我哋就係3月30至到1、2、3、4，我哋去到4月2號。OK，4月2號啊。咁星期五咧就係呢個 Good Friday 啊，耶穌受難日，所以咧就冇市嘅。咁我哋咧由星期一開始講，星期一咧就係呢個31號啊，31號，OK。咁咧，你而家可以咧攞翻你嘅分析出嚟睇下啦。如果你有復盤咧，咁我非常之恭喜你，因為復盤咧係一個非常之有用嘅一個回顧嘅方式。不論你炒咩市場都好，復盤你需要嘅。何況我哋平時做人去發展自己事業，不論你係炒嘢或者你中意想發展自己啊，諗下自己做嘢咧，其實都好適合睇我嘅 channel 嘅。如果你本身冇 follow 我嘅主 channel 咧，咁你可以去 follow 睇翻啦。咁我有好多嘅影片去同大家分享你點樣做好自己件事啦。基本上你喺 YouTube 打 at Rare Trader 呢個 handle 啦，咁你就揾到噶啦。OK，咁另外我哋而家睇緊嘅咧就係呢個 channel 啦，同埋你可以睇翻平台嘅 channel。OK，平台嘅 channel，即係佢唔止係一個平台啦。佢哋譬如你去開戶口，你用一啲referral code，咁你就會有一個50蚊美金，你可以睇翻呢條片。我哋而家呢條片下邊嘅資訊欄下邊有一啲開戶嘅資料嘅。如果你自己本身覺得其實短炒下，譬如攞1、2萬蚊起步，幾千蚊去起步，攞你自己舒服嘅金額，個人唔同，有啲人係10萬，有啲人係1萬，有啲人係20萬、50萬。你舒服嘅金額，你想炒嘢嘅、黃金嘅，或者短炒學下玩圖表嘅，識下呢啲嘢，叫做面對未來不時之需嘅，同埋改變自己人生嘅話呢，咁我非常之歡迎你去努力學習，然後就俾心機努力揾錢。咁我哋呢係用市場上邊嘅機會去賺錢，我嘅方法呢，就係用一啲炒圖表啊、陰陽燭圖啊。係啦，咁唔係好多啦，但係我兩個 YouTube 咧加埋都有500幾條片啊，500幾條片俾你去學習。咁如果你中意炒圖表咧，你會非常之中意我嘅分享，你會極度中意，甚至去追看添。因為的確好多同學都會事後同我講佢喺度追看緊啊，佢又睇開我啲片啊咁樣，甚至攞我啲舊片嚟去回顧啊、復盤啊，所以你成日可以見到我啲舊片咧，下面都有唔同人、唔同時期嘅留言。咁我都希望幫到大家，亦都係我非常之有滿足感嘅一樣嘢。咁啊〜好啦，我哋去到星期一，3月30，我哋睇一睇咯。上個星期咧，其實我哋黃金係點炒咧？上個星期黃金咧可以話係最容易嘅操作。上個星期我哋11次出手，有9次都係啱嘅，9次都係啱嘅，贏咗超過250蚊美金嘅波幅，即係一手單嘅話咧，其實你已經係我以前返銀行嘅1年人工嘅接近。你一手單你去做嘅話咧，你係攞緊25,000蚊美金嘅，即係上一波如果你有譬如有10幾20萬本嘅時候，你可以翻倍。OK，就算冇翻倍，都8、9成，你可以由10萬變咗做8、9萬，呢個係有數得計嘅，亦都係我自己同大家一齊去賺嘅波幅。咁啊，呢樣嘢係代表策略執行啦，我冇放棄戰鬥啦，唔會因為3月初少少難，3月頭少少難，令到月尾2個星期賺唔到，唔會。OK，我哋上個星期做得非常之好嘅，上個星期，今個星期咧都非常唔錯。今個星期咧係4戰4勝嘅。如果你本身自己有玩開，你都知道我勝得非常之唔錯，亦都係分享好多價值俾大家，令到你成為一個真係識炒嘅人啦，同埋 enjoy 炒嘅人啦，同埋你令到你生活中充滿動力。你並唔會再喺度成日都唔知自己點樣過日子啊，唔知自己點樣揾錢啊。就算你去到中年，去到40、50歲，或者你本身自己有錢嘅，你都會有啲方向同到自己講做緊啲咩。咁去到呢個位就代表我可以正面地改變你啦。咁我都非常之開心嘅。咁我哋今次呢個VIP channel 我哋嘅出單呢，我哋嗰陣時候講緊，我話黃金咧收月線呢，如無意外呢，就係個陰燭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去到4月1號望翻轉頭，就發覺其實成個3月呢都係向下嘅，由之前跌落嚟，都係向下嘅，都係比較弱勢嘅，並冇一個強勢嘅表現。由5419回落到去4098，其實係好多嘅波幅嚟嘅，即係千幾蚊嘅波幅講緊。成個3月，黃金短線咧應該係歷史高位以下受壓㗎啦，就唔會話馬上又再爆上去，因為始終黃金成日都有啲地緣政治事件影響啦。影響意思係話，其實啲事件夠大夠勁咧，
嗰件事好爆咧，其實就會影響到黃金嘅波幅㗎啦。即係意思係大嘅波幅，或者係一啲大嘅新聞影響到佢有一啲大嘅波幅。如果冇嘅話咧，或者嗰啲地緣政治係稍為減弱咧，其實你好明顯睇到黃金即刻會所謂行得慢咗，可以叫做呆呆地嘅，等於其他投資市場都係。新聞嗰陣時令到個市場好大波幅、波瀾壯闊、高高低低。嗰個消息一消化咗啦，叫做一冷靜咗咧，大家都係會觀望，觀望就會迎來一個市場入邊嘅收復，一個調整。所以我就係話，黃金短線應該係高位以下受壓，節奏上需要調整。OK，節奏上需要調整。市場亦都觀望有否出現其他地緣政治事件刺激黃金上升。OK。即係我哋仲要留意市場上有冇其他事件咧咁樣，例如中東局勢啊，黃金上星期我哋去收一個標準嘅十字星啦，周線。咁其實咧佢都有比較長嘅一個下影線啊。咁我覺得黃金咧都會有一個動力喺度嘅。操作上你應該係比較睇好為主，揾啲位去揾一個震盪向上嘅節奏。呢個係我對呢個星期嘅解讀。咁所以我預計黃金有支持力度啦，操作上應該比較睇好為主。今日黃金區間留意4602至4351，我哋嗰陣時5點講嘅分析，5點就係呢個人我擺嘅位置，呢個係1小時圖1個鐘一支燭。咁所以咧我哋翻去呢度咧，其實你就會見到我哋當時嘅截圖啦，我哋去到夜晚回顧翻，其實我哋睇嘅位置咧，我都係有參考到嘅。不過嗰陣時咧，我哋喺一個比較高位置去做咗去一個揸貨。嗰陣時咧，我哋做啲咩單咧？我哋去回顧一下啦。而家我哋有觀望過一啲嘅低位，但係我記得咧就好似冇到嘅，因為都比較遠。我哋而家咧就去回顧一下。我覺得嗰日咧係黃金好似都比較高嘅行得，係啦。我哋其實嗰日咧，我哋睇支持位低啲，4460啊咁樣，而家條線都仲喺呢啲位附近，4460啊，4440啊，我覺得更加低嘅。其實嗰陣時黃金當時 OK。我話先留意回落，睇好機會啦，睇下無謂揸貨啦咁樣。咁油價咧，油價都係睇好嘅，油價都係睇好，油價都係幾受呢個地緣政治事件影響，都仲有啲力度向上嘅，就唔係呆下呆下。始終佢又比較牛嗰啲力。如果你話突然之間打仗消息啊，霍爾木茲海峽嗰啲事件又開始消化，甚至冇關閉到咧，其實油價應該馬上會回落。嗰個回落係可能都唔少嘅，可能係講緊100蚊回翻落去90蚊、85蚊咁樣呢啲嘅水平嚟嘅。所以我哋其實好難一概而論話，有時候點好難話點炒點炒嘅。我自己所以點解一早我就主力玩圖表，就因為新聞你估唔到嘅，你分析唔到嘅。個分析唔到意思係話你唔會因為今日呢個新聞而令到佢點樣行，下一日就根據呢個 pattern 不斷咁炒，難嘅。新聞可以係咁變。同埋出得嚟電視嘅都已經消化咗一截嘅啦，已經。咁所以我哋去玩圖表就可以用個圖表去 predict，圖表係唔會走嘅，唔會好似新聞咁無啦啦。所謂琴晚睇係咁，起身唔同咗，冇呢樣嘢，因為佢真係已經係行咗停喺度完結咗噶啦嘛。所以呢個係我中意炒圖嘅原因。炒圖係其實基本上你唔使怕新聞，但係你齋睇新聞呢，你會怕炒圖，呢個係得意嘅。咁啊，我哋去到跟住咧，我哋去到11點幾啊，我哋做一個沽貨動作，而呢個係我當時嘅一個回顧啊，當時一個做法。我哋當時咧喺夜晚11點，3月30號3月嘅尾二嗰日，我哋喺呢個4537嗰度沽貨，4537呢度。OK，綠色箭嘴代表我哋出手贏嘅次數啦，贏嘅位置啦，出手啱，有射程有得走啦。講緊起碼對都賺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蚊，甚至係過百蚊嘅波幅，我都係一個合理嘅出手，一個贏嘅出手。OK，咁我哋去到一個目標位啦，我哋睇到4530幾，甚至39啊，4537至39沽貨，防守4560。我哋嘅目標就睇緊，起碼都7、8、9蚊啦，然後就更加低啦，可能10幾20蚊啦，再低就30、40蚊咁樣啦。跟住咧，我哋就睇一啲波幅啦。嗰陣時佢就跌咗落嚟，跌到去4530啊嗰啲時候啦。咁最低嗰陣時其實呢個位置咧都去到30幾啊。咁所以我哋喺呢啲位置，其實你都見到，起碼咧佢都有第一個嘅目標位，有一個射程俾咗。咁我成日都話啦，
贏錢咧係一個炒嘢嘅人應該做到嘅事，所以贏錢咧就係應該嘅。我哋第二日咯，第二日去到4點幾，咁所以回顧下我做咗啲咩啊？就係你識得判市，你識得判市嗰陣時，你諗嘅方向咧，其實都會好唔同嘅。我真係好有一個感覺就係你唔識判市咧，你成日喺度望住佢喐下喐下，揈下揈下係好難炒，好攰啊炒得。咁我哋望下星期二就係我哋喺呢個4點踏10嘅夜下晝，OK，4點踏10，4點幾5點，呢一支係綠色係4點，紅色係5點，4點5點，OK。今日收月線，呢個係31號最後一日啦，3月，如無意外繼續大陰燭，都係月線都係核突㗎啦，都係弱㗎啦。預計黃金咧，除非有地緣政治事件推動，否則需要收復甚至反彈再回落。我覺得黃金佢彈完咧都係有位卡住嘅。我嘅諗法係咁，白紙黑字嗰陣時寫住。OK，我分析係唔會去修改啊點樣嘅。我認為嗰陣時我做咗嘅預判咧，我係面對到我自己嘅。所以我每一次我都會完全毫不介意地復盤。我已經做咗幾年呢一樣嘢，亦都同大家講，我一直都係有呢啲嘅目標，有呢啲嘅成功率。所以點解咁多人會去揾我去學習，就因為你唔識炒咧，你真係嘥緊時間。更重要係你嘥緊錢，浪費緊自己嘅子彈。呢樣嘢係唔好嘅。呢樣嘢係大家可以自己去留意一下。2026而家4月啦，唔好再對炒咗咁多謬誤。大家要俾心機。我同大家講，星期二3月最後一個交易日，我想睇下你自己點樣睇，你自己諗下回顧下。我自己睇咧就係話，琴日短線沽貨咧睇震盪正確炒上落，我唔認為佢會有爆方向嘅睇法嘅，而係我係啱嘅。支持位4540啦、4520啦、4515啦，我覺得嗰陣時係咁樣睇咯。阻力就係100蚊以上啦，4610幾嗰啲位，即係阻力就係呢啲位啦。嗰陣時嗰日嘅朝早嘅 day high 啦，當時嘅 day high 啦。好嘅，呢個係嗰陣時嘅阻力，甚至更加高啦，4540幾應該係呢啲前高位嚟嘅。咁所以咧，你睇嗰陣時，你會發覺其實頂底咧好多時都係你可以睇到。炒黃金咧唔係睇唔到嘅，所以我哋可以研究下呢啲，用呢啲嘅諗法提自己炒圖。如果你本身你對炒圖毫無概念，你可以用我啲教睇圖嘅片咧。OK，雖然我唔係話壓迫你睇啦，但係咧你見到呢個唱反調投資法上一條，你見到噶啦，支持阻力入門同埋正確使用趨勢線。呢條片52分鐘，嗰條片24分鐘，你加埋呢70幾分鐘咧，其實已經可以改變咗你諗圖嘅方式、睇圖嘅基本嘅一啲諗法。而你唔係求其畫線呢度嗰度嘅，咁所以我哋繼續努力睇落去。我覺得星期二咧係應該繼續彈嘅，油價都係睇好嘅。OK，咁啊當時咧就望一望黃金，我話4547附近揸貨，嗰陣時係幾時啊？嗰陣時係6點59分，7點呢度7點，現價4547附近去入貨揸貨4547。OK，跟住張單咧就開始飛咯。我4547做第一個目標4555，第二個目標4570，第三個目標4600，跟住嘅目標就係4612，跟住就更加高啦，更加遠啦。你有去飛咧，跟住好啦，跟住咧我哋去到夜晚啦。第一次睇一下7點幾收一次錢，抽兩次啊，即係頭兩個目標已經到咗啦。跟住第三四目標喺10點已經到咗啦。所以見到其實張單咧係咁碌㗎，碌到幾多啊？4700幾。咁所以起碼你係認真去玩嘅，你好好地學嘅。你呢度一執就百幾蚊啦，你用一手落去都幾皮嘢已經。所以點解炒人可以發達就係因為你有數得計，有方法可以重複使用，恒常規矩，熟悉一個 market，專注嗰啲戰法。呢個就係我點解咁中意教，就因為我可以教多人識呢啲嘢，係好開心。我係極度 enjoy 炒呢個 market，極度中意玩黃金市場。有邊個唔識黃金啊？講真，你話比特幣唔係個個有興趣，但係黃金好容易大家知道，佢係升跌
哦，因為打仗點點點。然後我更加精細就係我哋去用圖表去解決入邊嘅一啲入市嘅煩惱、入市嘅難題。我哋去到星期三4月1號，大家好，我話美好星期三，黃金琴日睇好正確，4547睇好，波幅再次有接近$200，其實係癲嘅，最高4747，成績非常好，只要做好策略，往往不怕大行情。Henry 一直提倡無懼大市，策略執行源自可以重複使用的策略。綜合觀察上，黃金仍然比較強勢，處於反彈之中。現階段靠近前高位4736嗰陣時係呢啲位置。操作上等待回落買入機會，支持位4667、4628、4633，然後就4560呢啲位置，支持位下邊嘅位置。OK，好簡單回顧一下。4667就呢個底啦，我一望埋都望到呢位啦，跟住咧就更加低啦，2830嘅呢位啦，呢度再低咧，哇就更加遠嘅低位啦已經4560呢啲嘅位置更加遠啦，不過但係當時你回顧翻就係、其實你睇好咧係啱，方向啱，位置都唔錯，咁其實你就可以做啦已經。同埋當然我自己本身我哋去。我炒嘅黃金嘅 XAU 大法，我哋炒呢個 XAU USD 呢個黃金市場嘅一啲方法啦。咁我哋入邊咧，其實就會講咗好多你可以實戰每日用嘅方法。其實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工作坊入邊都有講過好多呢啲實戰嘅嘢。咁我喺4月18號都有 workshop，咁你想去聽咧，咁你自然其實你可以自己去問助手啦。炒圖唔好嘥時間啊！炒圖嘥時間，真係其實浪費緊。我唔識講。好多人炒又好棘咗喺度嘅，成日都講真嘅，講真嘅，你有心嘅你就揾助手學好啲啊，唔好喺度浪費自己時間，喺度日摸夜摸。我想象唔到我如果唔識炒咧，我自己日摸夜摸，求其摸下炒下咁樣，得又唔得，得又唔得咁樣，我接受唔到。我覺得我哋應該玩得好啲，所以你想學好佢嘅，你自己揾助手啦。因為好多人會問啊，你有助手㗎？原來你可以學㗎，好多人唔知嘅。其實係有㗎，我係好有心去做分享，好有心做教學，而令到好多人係可以賺到錢。因為我係已經對過幾千個學炒嘅人，OK，你咪有時埋嚟問幾句嘅，問一兩句嘅，哇真係1萬幾千走唔甩，一日都幾個，不斷問、不斷問、不斷問嘅。其實好多問題我已經可以1秒俾個答案我嘅一啲同學仔。咁所以事實證明，幾年後我分享到而家，我都仲係好中意呢樣嘢。咁我希望你都同我一樣，學炒嘢係想揾錢，二來覺得你學得呢樣嘢係有價值嘅，你唔係去學一啲虛無縹緲嘅嘢，你唔係學一啲冇意義冇回報嘅嘢，你唔係玩嗜好，OK，你唔係學，我喺屋企整個麵包，整個蛋糕，我又純粹嗜好咁樣。我覺得炒嘢你學嚟就唔係嗜好啦，來學嚟係揾錢嘅。呢個亦都係我觀察咗好多叻嘅同學點樣炒得好，係因為佢真係想攞嚟揾錢。係咯，咁炒贏又唔多講啦，咪揸張單咁樣。我自己嘅策略上，佢不斷向上，我冇理由無啦啦反手啊，又冇到嗰啲靚位去反手咁，我咪揸貨咯，揸貨咁樣衝上去搏唔咁咪一波搞掂收工啦已經。咁星期四都係咁，星期四其實都係呢個禮拜最後一日啦，咁我都係做咗張贏嘅單啦，咁我都係非常之開心，因為我自己就可以喺一個禮拜入邊，竟然係一個即係咁波瀾壯闊嘅市場，我都可以揾到啲好位做。其實我都覺得我係對我呢個學呢樣嘢，我係好開心。我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呢個位，一個心流狀態。我話琴日揸貨正確，OK，呢個係4月2號星期四，4月2號，琴日揸貨正確。今日係今個星期最後一個交易日，因為星期五係 Good Friday，冇事，OK，冇事。我亦都喺呢一日翻咗鄉下。OK，翻去鄉下，咁係咯，去揾下屋企人啦，去拜下祖先啦，係嘛？
咁啊，係咯，呢個假期中間，我哋之前呢度贏咗4日，咁我都非常之開心地去放假。咁我覺得 Trader Life 就係咁，即係你可以控制你嘅時間，你有好多嘅子彈去生活，加上你可以自己掌控你嘅時間。我覺得基本上冇一份工可以俾到我咁嘅生活。我係提倡呢個 Trader Life，香港我諗17年有邊個做緊呢樣嘢？我數唔到，諗唔到。希望大家都願意去諗下自己嘅未來。我係好認真同大家講，諗下自己嘅未來。講真，OK，俾心機。黃金繼續下試支持位，試低位，阻力4695、4710，然後4635。我嗰陣時係睇星期四係咁樣嘅，OK，星期四嗰陣時咧，我哋望緊呢啲位其實阻力。4710啊，4695咧，其實呢位附近呢條線我喐過啦，我呢條線係已經係今日用嘅，即係今日係已經係跟住個禮拜啦。我哋嗰陣時咁樣睇啦，你望下幅圖，黃金咁樣。哇！我呢個 channel，我呢個 VIP channel 已經超過8000幾張相啦，原來證明我哋真係睇好多次圖啊。咁啊，係啦，阻力啦，或者係463啦，4635就更加高嘅位啦。呢個就4695、4710呢度啦。支持位就係450啊，更加低嘅位置啦。呢個掂住呢個底，我相信係。咁啊，係咯，冇錯。嗰陣時我哋講嘢就係喺度講啦。黃金咧繼續下試支持位，油價都係睇好。Good Friday 星期五咧休市，咁即係呢個禮拜最後一個 shot 啦。咁啊，我哋出手嗰陣時就係4621啊，呢個位置踩住喺度。4621，其實冇啊，呢個禮拜我都係短炒下嘅，冇咩係非常深奧嘅嘢。甚至我覺得都幾簡單，我覺得好好玩，我覺得好玩。即係個行情出現咗，你聽話，你識做嘅嘢咧，好爽，好似踢波啊！你有啲喂，你啱中意踢嘅角度，一嘢浮埋去之後，你真係入咗一球世界波，好正。熟悉嘅嘢，熟悉嘅感覺。好啦，沽貨4621，沽貨呢個箭嘴附近沽貨買跌沽過嚟，完收工，行情都已經冇乜特別啦。跟住就係咁，OK，跟住咧已經到下禮拜啦，下禮拜就係咁，我哋就係黃金已經執咗兩轉，咪即係一轉呢度一轉，不過去咗我哋兩個目標，頭兩個目標已經攞個出嚟啦。咁我哋1、2、3、4做呢度咯，咁希望大家就俾心機啦，炒嘢唔係諗得咁難嘅，唔好放棄就得㗎啦。其實你唔好放棄，諗到好多好多嘅機會。咁啊，呢個係我做嘅嘢啦，咁我唔會怕輸單嘅，因為我一定做得翻。就係咁，可以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學更多，同埋平台嘅 channel。佢除咗一個YouTube 啦，佢哋都係一個 YouTube 嘅 channel 入邊有一個交易嘅平台。佢哋做商品，基本上香港都已經係非常之 top 嘅一個存在。咁所以俾心機，俾心機，可能你會碌過啲片，入邊梗有啲嘢你係有興趣，咁你就去睇下學下，浸下自己炒嘅嗰條路。咁基本上你都唔會再擔心你以後揾唔揾到錢，因為你一定會揾到，就係咁。我教咗7年，今年第8年，炒咗嘢，今年第10年。希望你加油努力，我哋一齊共幹時間，咁至係人生。拜拜。